我們現在這個地方就是他們的常民生活所在，就是綠地很多，公園很多，所以他們隨時拿一個墊子鋪起來就可以曬太陽，這就是他們的生活。很多所謂的奧地利湖區，它都比每一個湖都比日月潭要大。然後它湖漂亮的地方是在于湖邊的山啊，很高很高，然後你可以看到山上還有積雪，然後它融雪下來，所以它的水永遠都是很豐滿的。然後可是那個水很冰，湖也很深。他們的自來水全部都是你自來水打開來就可以喝了，因為都是阿爾卑斯山的雪水融化的，所以維也納的自來水是非常有名的，很甘甜的，很好喝的。維也納常常是人家列為調查裡面最宜居的城市，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，所以維也納是一個非常漂亮、非常好的地方。這一次來這裡工作，我覺得心境上當然不一樣。以前在這邊是當學生現在來這裡是來為國家工作。那為國家工作，特別又是外交工作，是所有政府部門工作裡面站在第一線的工作。第一線的直接要跟每個不同的國家建立兩國之間的關係，所以從音樂家跳到外交工作，確實是完全不一樣的領域。所以這一次來工作，我覺得我學習能力蠻強的所以雖然完全不同領域的工作，可是到現在為止已經8、9個月了。我覺得還蠻順利的，當然要感謝我們奧地利代表處所有同仁的幫忙在外交領域裡面，我可以除了我自己的想象之外，透過他的幫忙，如何建立兩國之間的所有的可能性，都是我工作的目標。当然，我们還是要拓展我們的人脈關係，可是這些都是在外交工作裡面最辛苦的。就是說，你工作了很多，忙了很久，可是他不見得會馬上給你成果。特別是人際關係的人脈的建立，可能需要長時間，可能不是我任內就會看到很好的結果。我也要播種，讓以後繼任的人可以開花結果。這就是外交工作，你要一直做，一直做。你沒有努力做，絕對不會有 lucky 發生。你努力做不一定會有，但是你不努力做是一定沒有的。